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關於腎臟呢個問題呢，好多人唔知唔覺都會有嘅，特別係嚴重嘅時候需要去腎移植或者係洗腎。喺加拿大呢，如果排隊要腎移植呢，需要差唔多9年至10年嘅，咁所以一定要好好保護你嘅腎啦。咁好多人都唔知自己有呢個慢性嘅腎病嘅噃，而家就同大家講下，我哋去了解呢個係乜嘢嘅症狀呢，同埋佢成因、預防同治療呢方面點樣入手呢？首先我哋要知道乜嘢係慢性嘅腎病。呢個係指你嘅腎臟因為各種嘅損傷造成嘅長期功能下降或者喪失咗，導致身體裏邊代謝嘅廢物同埋啲水分呢就堆積喺度。正常嘅情形之下呢，我哋身體嘅代謝廢物同水分呢係由小便排出體外嘅，但你嘅腎功能下降或者喪失嘅時候呢，就會造成排出呢個毒素同水分嘅功能都下降咯噃。咁而呢啲廢物同水分累積呢，就會產生各種嘅臨床症狀啦。其實腎病早期呢係冇明顯嘅症狀，但當佢功能下降嘅時候呢，就會出現有6種嘅情況。第一呢，水腫，你個腳啊、腳眼啊或者呢個眼簾嗰度呢都會腫咗，係因為個腎臟冇辦法呢有效咁排出多餘嘅液體啦。第二呢，你會覺得好攰啊，因為身體裏邊嘅毒素堆積呢，導致個身體覺得疲倦，冇晒精神噶。第三，個尿液會異常，顏色會變深色啦，或者你排尿嘅時候有好多泡沫啦，同時不停咁上洗手間嘅，特別係夜晚啦，成日要起身小解噶。第四呢，就食慾不振，仲會作悶嘅添，因為體內嘅毒素堆積呢，係可能會影響食慾噶。第五就係個皮膚乾燥同埋痕癢啊，腎功能異常呢，係會影響礦物質嘅平衡，就會容易導致皮膚乾燥痕癢噶啦。第6個情況就係你啲肌肉會容易抽筋或者痙攣，因為電解質嘅失衡，好似鈣啊、磷啊呢啲呢，咁就會引起你個肌肉唔舒服噶啦。了解咗個症狀，我哋要知道乜嘢原因會引起有腎病嘅呢？有5大原因。第一就係糖尿病啦，血糖控制得唔好呢，係會損傷嗰個腎臟嘅細嘅血管嘅，咁就導致腎衰竭嘅主要原因之一嚟嘅。如果你控制好你嘅血糖呢，係可以減緩呢個腎功能惡化嘅速度噶。第二呢，就係高血壓，高血壓會加速腎臟血管嘅硬化同埋受損，所以長期嘅高血壓呢，係容易引起慢性嘅腎功能衰竭嘅。第三呢，就係個腎絲球腎炎啊，呢啲呢可能導致會有蛋白尿啦、血尿啦，有時會合併水腫同埋腎功能異常。我哋會根據呢個腎絲球嘅腎炎引起嘅病因唔同呢，可能喺幾個月或者10至20年後呢，先至會變成呢個慢性腎衰竭嘅。第四呢，就係多囊腎啊，呢個係一種遺傳疾病。呢個腎臟裏邊會有好多個囊泡，造成正常結構受損。大部分嘅病人呢，都會容易有埋高血壓啊、腰痛啊同埋腎結石呢啲情況嘅。第五就係其他嘅系統性嘅疾病啦，好似如果你有紅斑狼瘡啊、阻塞性嘅腎病變啊，或者先天性發育不良啦、惡性嘅腫瘤呢，或者係長期使用嗰啲止痛劑，呢啲都會可能引起腎衰竭嘅。咁我哋點樣去預防同埋治療呢？幾個方法。第一，要健康嘅生活方式，要保持健康嘅飲食啦，少鹽少糖，同埋少啲加工食品嘅攝取，最好就低蛋白啊、低鈉啊、低鉀嘅飲食，可以食多啲蔬菜水果。不過呢，蔬菜最好用水焯佢，去咗啲鉀啦，同埋水果呢，揀啲少鉀嘅服用啦。第二呢，就係規律嘅運動啊，因為規律嘅運動呢，可以幫助控制你嘅體重啦、血壓呢，同埋血糖嘅。第三就係控制你嘅慢性病，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啊、高血壓呢，要積極去治療，避免呢個腎功能惡化啦。
第四就定期檢查。如果你係有呢個危險因子嘅人呢，應該定期檢查你嘅腎功能嘅。如果咁樣可以及早發現問題，早啲治療啊嘛。第五就係藥物同埋飲食嘅調整，應該根據醫生嘅指示用藥物啦，但係要限制水、鈉、鉀嘅攝取啦。最後呢，如果係嚴重嘅時候呢，就需要洗腎或者係腎臟移植噶啦。咁所以腎臟呢個問題係好嚴重，喺外國係特別多嘅。所以呢，了解咗佢嘅情況，進行咗預防同治療呢，咁你就少啲呢啲嘅惡化機會啦。但係同某些病係互為因果嘅，咁要了解呢個嘅情況呢，就會喺下個視頻再同你介紹噶啦。多謝你收聽。